2024年 MC 第42條 PNC 嘅題目啦 ，permutation 題目，喂呢條送分啊，典型題目啊，兩個 manager 7個 officer， 咁咧而家咧 manager 就唔可以黐埋一齊啦，咁即係典型題目啦，就將另外啲 officer 7個 officer 啊嘛。1、2、3、4、5、6、7擺咗喺度先，跟住咧 manager 唔可以黐埋一齊，即係攝位啦。嗱，如果唔明中間啲 concept 咧，睇翻樓下教學片啦，講得好詳細。唔明就睇翻樓下 description 教學片啦。咁變咗 Beyond Math 同學唔明可以上堂問老師啦。咁即係咧，我哋7個 officer 啦，就擺喺度啦，7個 officer。咁呢7個 officer 擺喺度可以亂咁排就7 factor。咁啲 manager 兩個 manager 點算啊？我哋要喺幾多個位啊？7個 manager 就8個窿咯。1、2、3、4、5、6、7、8個窿咯。紅色嘅 manager 只可以喺8個窿入邊揀2個窿擺入去，而因為 manager 係人唔同，所以 order is important 次序 important 用 P， 不過呢啲擺明用 P 嘅啦。咁咧1、2、3、4、7個人入邊有8個窿，1、2、3、4、5、6、7、8，咁咧8個窿入邊揀2個窿俾呢兩個 manager 排，所以就8P2啦。咁7個紫色撈亂7 fat 乘8P2，唔明點解就睇翻樓下教學片啦。咁呢個咧撳出嚟嘅答案咧就係282240啦，所以答案係 C。So I say must love you， 操數歲月不艱苦，身邊滿布戰友，裝律詞做到歡呼，考試唔做大二珠，挑機要入好 program， 準考證記住唔好出 course。So I say must love you，BN 不記盡力功夫 ，MC 未唔係靠亂估，即使要含在廢水，每日。